打造個人 IP 其實同人性都係幾反人性㗎。好似你用一個平常以前舊模式嘅推廣模式，又或者係將你嘅品牌模式係喺線下推廣，其實已經好唔同啦。好似抖音打造個人 IP 就係每一個企業家嘅挑戰嚟嘅。點解呢？就係因為大部分嘅中國人都比較內斂，唔係好識得去表達自己，就係因為咁樣。當佢要打造個人嘅 IP，其實佢哋自己都要對於佢嚟講係一個挑戰嚟嘅。但係真正成功打造個人嘅 IP 係點樣做嘅呢？就係你要勇於展現自己，亦都要持續去將你自己成功之道分享俾其他人聽，亦都要分享翻你崇尚中庸之道，咁樣咧先至可以引起群眾嘅共鳴同埋群眾嘅關注。就係因為敢於誇張，敢於樹立好不一樣嘅自己，都敢於去引起爭議，咁樣咧先至會令到好多群眾去記得你。當群眾記得你嘅時候，佢自然就會有代入感，引起群眾嘅共鳴。所有成功嘅自媒體嘅人，佢都係喺痛苦之中掙扎㗎，尋求突破。你估佢哋每一個成功者，佢好享受喺大環境入邊俾人評論咩？其實唔係，其實佢哋面對緊所有嘅壓力，佢哋都會有唔適應嘅情況之下，但係佢哋知道，當佢哋將佢嘅企業理念或者佢個人嘅 IP 打造之後，令到更加多群眾認識自己，幫到自己嘅品牌喺群眾入邊心目之中樹立咗一個形象，佢哋就唔會退縮。當佢哋打造個人 IP 成功嘅時候，佢哋亦都唔會逃避現實。佢哋每一個成功嘅企業家都係迎難而上，用自己嘅方法去影響他人，咁樣先至可以創造咗屬於自己嘅奇蹟嘅 IP。